気をつけていたのに聞いてやがた。おいおいおい。どうした社長？怪我しないか？今度気をつけな。啊，你即摆无跳倒单？无啦，哪有遐水的代志？头家，你煮饭会去过来。哦。这个我摕去阮头家啦。哦。我物件伫咧外口，小甲我顾者。哦，你做叫我顾。拜托你啊。师，去搬来啊。头家哪会无伫？我先检查看卖，若搁摔歹去哦，我看你规阵倒来甲学行地哦。我才无爱。啊，搁好好啊。好啦，我头家转来我才摕互伊。哦。新的遥控器。这新的物件咧，你若学袂真，咱要弄歹去。安啦，这我会晓用啦，我放互你听看卖。就好听呢。头家，这是有缘做的歌哟。嘿啊，土上做的《我也收》啦，就好听哦。确实真好听。后摆我嘛要做歌手，我嘛要唱好听的歌。天也未暗的，你就要来喊人。田马仔啊，你熟悉的人较济哦。这个周成，你敢捌听过啊？唔知咧，这文艺界我都唔捌听过一个叫周成的人咧。奇怪。是啊，这特勤特报会啥拢毋捌听过周成这人。是讲伊这歌词哦，写了真感动人呢。听讲销量袂歹哦。开始网络上哦，对头扣订5000套来啦。安尼啊？所以即马不管是什么人，一定出名啊。林秋啊，你毋是教人教叉？是啊。林秋是甲啥教叉？啊，就迄个哈卡宁郑武贤啦。林秋甲这武贤输赢啦，讲吼伊的望春风若准袂第一咯，伊要伫风内个摆一道。安尼啊？啊，即马我也收袂遐好啊，你感觉这望春风敢毋甲赢过？哎呀，但即马望春风还未开始卖，像赢像输，啊毋知啦。等者，这望春风若赢吼，你就爱请人；若输是武贤请，安尼到底你希望是望春风赢还输啊？林秋啊，你若赢，你就出名咧吼。啊，毋过你都爱开钱办桌哦。对啦，这人若是出名哦，钱加开寡无要紧。对。啊，尤其哦，这个周成一项，咱也毋捌啦。啊，我来真正属伊哦，吼，真闹气咧啊。さすがいい曲だね。よくやりました。
皆さんの感想を知りたいです。文芸局長。テーマは今流行ってる自由恋愛とうまく合わせて心を感動すると思います。トウ先生はこの曲は一番気に入る。スンスン。私も我嘛就介意。既然大家拢有介意这首歌，もっと慎重に発表しなきゃ。社長，你的意思是做较侪广告的吗？过去咱发表曲盘，拢有伫报纸刊登广告，嘛拢有去试过大海报。社長，你是毋是有新的指示噶？新聞だけ足りない。社長、敢有新的撇步？そうですね。公会堂に発表しましょう。公会堂？公会堂で新曲発表会は今まで誰もやったことない。だから到時陣一定有真侪記者来到現場。这比咱家己开字拍廣告效果更加好，そうじゃないか。そうですね。スンスン、これから変わるぞ。看我录的。你要曲盘内面行出来，行到舞台顶悬，唱歌互真侪人听。君は歌手だけじゃない、舞嬢だ。孙孙，社長講嘅，你有聽到無？もっと頑張ります。じゃあ発表会はコウさんに任せるぞ。はい、わかりました。那呢，我就甲工会分配一下，会场的布置甲案内就交互阮内部负责。我业务部者就准备入场券，发互中盘商，送互咱客人来参加发表会。啊，指挥部长，はい。就请你准备100台曲盘，伫现场发卖。任せます。社長、これいいですか？よし、そうしましょ社長、是不是還有一件重要的代志？あ、楽隊のことか。はい。先生に任せます。伫台北会晓用的西乐团，敢若有往上3人团会当用。遐尼短時間是要帶找ピアノさん。ピアノさんはトウ先生です。はい。トウ先生なら大丈夫。也毋過，我都無頂戴經驗咧。もう隠すんだよ、先生。这条歌你唱啥，我哪拢听无？嘿啊，我嘛听无呢。哎，啊，这条歌吼是咧讲一个查某囡仔等无意中人的心情。等无就等无，伊哪会要去怨叹的呢？对啊，啊，就紧转去因兜找人就好啊。啊，他恁两个莫乱讲，这条歌即摆卖了偌好的呢。啊，若卖了偌好，啊，你调迄个阮的望春风一定袂比我好的啦。对啊，白白伫咧等人哦，你写的歌词哦，都比我趣味济咧。真是的。啊，三线路是啥物？好啊，啊，三线路是讲咱即摆台北上新的一条路啦。啊，中哦起2条呢，敢若公园的啦吼，啊顶悬种树啊，自动车行中啊边仔互人行。啊是讲是安怎公园都爱去起个路中啊？这哦，这问我走来哦，其实电影。不是。
是一个悲剧，较悲伤。啊，你想哦，这乐器要安怎配较好？你看起来吼，我会当用一支 violin 来处理啦。用 violin 袂歹呢，较有安尼气氛吼。王师，有诶啦。结果出来未？是你赢，我赢。什么啊？望春风毋是已经开始画啊？也无咧，还佫有一个发表会。什么发表会？就是咱望春风的发表会啊，所以我毋才要来找黄师。哦，找我什么代志？就是发表会，乐队要安怎配，要甲你请教啦。你看，这是我编的曲。曲啊？我看卖。你这编起来主要是 piano 吼，我看吼，应该搁会加一支传贝的，加一支萨克斯。啊，你感觉啦？再拜托你还我。好啦。是啊，电视搞太老啊，王姐啊，你甲阮老母过年穿的迄束衫哦，你甲传的。穿迄要创啊？就明仔载吼，望春风会发表会，我想讲带恁两个来。啥物是发表会啊？就是讲哦，要唱歌互观众听，顺便通知讲，佫有一条新歌出来安尼啦。你办的咯？办的敢免钱，莫办啦。我哪有遐敖啦，阿母啊，迄哦是哥伦比亚办的啦，我拢免出钱啦。安尼，阮甲你斗阵去要创啥？听歌啊，我写的歌咧。若要听歌，你即摆唱互我听就好啊。我就即讲，毋是啦，你嘛顺便出来行行的，公会当你捌去过。日本人开会所在，我去要创啥？若要去，你家己去啦。若无，带阮车去啦。秋诶，阿母哦无爱留咧，你莫甲勉强啊。你咧，无你敢来？遐人就济，我无爱去。我留喺厝诶陪阿母好毋？那恁两个拢无要甲我小捧场一下吼？阿母毋是叫你唱啊听，无你即马唱啊？我？对啊，紧唱啊！好。路也无伴手顶的清风对面吹，早一杯卖出价，记着少年家。有诶啦，有啥问题无？我头一摆讲做伙演奏较袂习惯啦，有啥物要注意的所在，你也甲我讲。你放有轻松就好啊，甲感情放出来就好。吼，剩的我会甲你指挥啦。是。对啊，文兄，这两句床被头是要安怎处理？甲你讲这两句啊。紧张诶？袂啊，较早唱歌戏的时阵，人比这搁较济，哪会紧张？敢真诶？无要紧啦，干不得。咱即马甲乐队配合一下。